唔講唔知，原來位於中環嘅天星碼頭有成50年歷史㗎啦。當年渡輪係唯一嘅過海交通工具，天星碼頭就成為好多香港人返工放工、返學放學嘅必經之地。簡單啲嚟講，佢就見證住呢個小島嘅變遷同發展。喺2006年嘅7月，天星碼頭會正式同大家 say goodbye， 成為大家嘅集體回憶。點解？因為佢會搬去新填海嘅中環7號同8號碼頭。趁佢仲未拆，等我哋一齊去睇下先。天星碼頭外形呈 U 字形，採用維多利亞式嘅建築風格。頂部嘅鐘樓美輪美奐，成個碼頭可以同時泊到4隻渡輪。天星碼頭落成嗰陣，啱啱適逢香港經濟起飛，小輪乘客不斷上升，繁忙時間每5分鐘就有一班船。但係隨住海底隧道通車以及地鐵嘅啟用，渡輪唔再係過海嘅唯一選擇。近年搭船過海嘅乘客多數都係另類嘅，邊一類？咪係遊客咯，坐住船，吹住海風，欣賞兩岸嘅摩天大廈同都市繁榮嘅景象，真係幾爽㗎。